有基层老师反映讲，高中小强制班导师兼做行政的情形拢无改善。全台湾有1200外的班导师，搁爱兼做主任也是组长，大部分拢是伫咧偏乡的细间学校。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都呼吁教育部爱增加人事编制，让老师会当专心教册，照顾学生。 导师协助护理人员检查学生的视力、体重也个身悬，这拢是例行公事。若总有导师兼任卫生组长，就要汇整全校资料汇报教育部。这几年经常在做健康促进啊，你光是在收那个健康促进的那个量表，你看光是量体重就是要花时间去量体重。 全考产指出，导师兼行政真侪失头，会影响到照顾学生囡仔时间。也引用立委的资料，目前全国各中小有1291位导师兼主任加组长，各小兼任是坐过国中。各路位的偏乡细间学校，其中高乡市各小导师兼行政有120间学校，254个人，这校数含人拢偏其他县市搁较济。台面下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行政加级的黑牌组长，那这些导师他们兼行政，就是历经了这样血汗校园的工作多年之后，才会发现，他们原来是兼任的。教师会的这个诉求是希望能够老师专心在教学工作了，这个可以理解。不过我们在实务上怎么样去做，我们在针对这些相关的问题，在做同本的研究再来考量。 高雄市教育局表示，无掌握到教团资料是无法度确实来回应，不过会透过一寡措施来改善。全教总也对教育部呼吁增加人力，比如讲总务主任甲组长会当由公务人员来担任，让导师专注伫咧家己本身的工作，也有教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